再来看今年1月到8月咱国内查到毒品是比去年同期增加2成外，尤其是以托米值查到1200多件，是比去年增加58倍。警方表示讲，这款毒品拢是针对少年人的市场，该做成电子烟来卖，虽然较恶劣，也毋过警方会加强执法。警方甲伊控制掉的，就惊查某人逃走，落网的这名嫌犯正制作积极驾驶，互不法集团采用，涉嫌开客停车，一边开车一边运毒。内面的插拉物有其他边毒咖啡包，也搁查获伊托米兹分段。即马检方搁较示警，这款丧尸毒品伫国内快速成长。官方通报件数，比起去年的22件，今年前9个月已经升悬到1281件，增加超过58倍。伊托米子来势汹汹，那我们6大缉毒系统也将它锁定视为重点来全力的加以查缉打击。当时烟弹目前主要都是用烟弹的方式，而且在室内的国内现在的销售是非常高价的，1颗大概可以卖到2000到3000左右。伊托米兹红蓝用拢是制作分段了后，对外起卖，检警分析，贩毒集团看准电子烟方便炸。较排行查缉以外，更加重要一点，就是销售对象锁定少年市场。毒品这么多，可是被查到吸食的人数量是下降的。那这其中有很多的黑数啦，早期是在彩虹烟或者是咖啡包里面，现在是放在那个电子烟的烟弹里面。那新型毒品增加，国内查获的各种毒品，今年1到8月比起去年同期也加21%。也毋过用的人刷落降，检方推测有误数。毒品危害社会，最近更加定传出毒驾致死案件，安怎有效打击预防？可见相关单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